过来乡亲啊，若是参这个查某囡仔嘛爱做兵，唔知大家看法如何？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艾斯培访问台湾，伫个记者会呼吁台湾，讲面对着中国的威胁，台湾人不管男性、女性，拢爱做兵，至少都爱做一档。查某囡仔听到这个建议，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啊，若专家的看法，讲目前国军的军官甲训练的场地拢无够，要做有困难。讲这种的建议无符合实际。美国前国防部长艾培斯昨带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台湾，伫记者会中讲到国防议题，伊建议台湾政府提高国防预算 GDP 的占比到3.2%。另外，面对台海紧张局势，伊讲除了延长役期，查某拢爱做兵。Young Taiwanese boys and girls serve at least 1 year, if not longer, in their nation's military. 这个消息一个出来，有可能爱去做兵的女学生看法拢总无共款。对于女生当兵的看法，我是表态赞同，因为只能多习得一样技能，我觉得不太适合，因为当兵的话，你就要一直操累啊，是最怕学长学弟制。那家长的看法呢？我觉得女生当兵是一个很好的历练，其实对人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跟历练。专家认为讲，除了基层的军官无够，国内训练基地嘛强要无够用啊。就算若是死，嘛无法消化这新兵。台湾地狭人稠，短期之内也不可能再去大幅的增加训练场地。试问国防部有办法为这每年新增加来的12到15万男女去找到足够的训练场地？专家嘛认为提高国防预算，那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没有一个正常的国家在非战争时期能够连年编这么高比例的国防预算。面对中国文攻武行，艾斯培建议全民改兵保家卫国，这点总统府无评论，也无延长役期这部分也要伫研究。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